Balite. Hai, ano tumangit sa atadan. Ipusong. Tatusa ka mo to China. Pagkahaya. Haraay na eh. Hay sao? Tadaan ko fali. China si? Minugay to? Talatso minugay? Oh, kok makuta ay. Ano to? Liaza?好棒，在请你干。汉堡。汉堡棍呢？汉堡。大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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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ค่ะเอ在请你干。这些那个没事，你大福给你过。这些。na sang kaya tara na ipitsuraran tara iluma mapana tira kuno pansay ira kuno pansay ira kuno ulam kan pansa tu kunyanira maman lai ai itira tira rumah hai lah tira murari kuno na itinya pitsuraran salia olia hanira murari mingingu ja unya tukurari unira na mitsanche nai macara tukurari unira soal itu harara tenes to mafana tek sumurario parangan numato asai mahan kurai numato asai hanan koko kurario na isi学校。其实我觉得来上学有时候，除了小孩子以外，影响最多还是大人。像我说，我们家爸爸是阿美族嘛，板扎，可是他跟我讲话还是都用中文。那只要没有老人家在，他还是很习惯跟他小朋友讲中文。甚至我有观察，他如果跟我出门，在城市里，他也是不敢讲阿美语的。可是小孩没有这个困扰，就是从小来幼儿园，他很习惯跟老师同学都上读板扎。所以如果跟爸爸出门，在很像幼儿园的情境，他其实就会跟我们讲母语。比如说我们去公园玩，那老师也每天在学校陪他玩，他就会讲。那他爸爸有时候，我觉得反而影响到的是爸爸。他小孩子很自然而然就讲，他爸爸就会这样偷偷的微笑，觉得很骄傲这样子。那个是你再怎么口头跟爸爸说你要让小孩讲母语，或者说你自己也要多讲，那个是你的根之类，那个用讲道理讲半天都没有用，就是小孩子回头过来影响爸爸，我觉得其实是对我来说是很感动的这样子。我们当时在找学校的时候，就其实在找一个比较自然的环境，然后我们其实我来自荷兰，然后他们这里用的教育模式，就是华德福吧，也跟荷兰的学校很像。是我太太是原住民，然后我们本来比较对原住民的文化感兴趣啊。对，刚开始他非常不习惯，对，然后我们当时也有点紧张，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个决定对不对？因为我们并住的比较远，所以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快他就习惯了这个环境，然后我觉得是你们这里提供的就是很多爱，然后很有耐心，让他那么快就习惯，然后也已经很快感觉他慢慢的讲阿美语，他现在讲一点阿美语，所以他教我们阿美语。我们来自台东，然后我们是有一半排湾族的血统。那为什么来这里呢？因为我自己觉得孩子能够在这里更亲近土地，更亲近自然，也许我们可以间接再找回我们自己所属于的排湾族文化。孩子我自己比孩子更喜欢这里，那也希望孩子能够更融入这里。来了之后，我觉得看到阿美族他们这样子原住民的身份认同，那其实也在提醒我自己，我没有被遗弃。
你好啊。